譚詠麟、劉德華、梅艷芳、洪金寶以及全港30多位正派、反派、動作派、搞笑派巨星擔綱演出。富貴兵團。華英雄，出冇等等，做咩啊？我唞唔到氣啊！陳奶奶啊！喂，教宗啊！媽媽嚟啦，媽媽嚟啦！陳奶奶先啊！陳奶奶啦！哇，大髀啊！出絕招！哇，小籠包！哇，雞包！叉燒包啊！哇，叉燒餐包啊！大包！包包！富貴兵團，捨生取義，犧牲自己，幫我完成任務。義不容辭。事成之後，每人要封翻封利是俾我。嗱，拖延時間，你同佢哋好熟㗎？哦，唔係啊，走啊！冇俾啲日本仔發現啊！炸藥未裝好，聽到爆炸聲至喐手，啲人未走晒，你唔使知帶隻鸚鵡走。唔會俾你搶到嘅。你唔使得戚，人同雀我都殺晒。你哋攞嚟害我，呢件食你嘅。出級第三，係咁先啊！喂，流星飛進，藝能公司耗資3000萬港元傾力攝製《富貴兵團》，農曆新年新寶院線盛大公映。